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政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国政今日来甲你开讲历史这块的立冬。有人讲立冬补喙空，有影啦。这个历史这块的变化是大自然、天地所设。原来有另外一句话讲立冬青黄挂甲空，这句话当然就是咧表示讲万冬的稻啊，原来拢已经挂好势啊。啊，立冬青黄挂甲空，就是已经要收冬，就是已经大家要平静，赶紧要来接近过年咯。讲到青黄挂甲空，国政原来想着讲，社会上有一句台湾话，讲叫做挂稻仔尾。啥做挂稻仔尾？我比一个来讲，我平日咧，袂是讲我着市议员，啊，人甲我反映，民众反映讲，哇，即搭客运站设伫咧大路边，好就好啦，毋过出入吼真不便，因为吼。若讲上班下班，大家拢徛伫咧青阳灯骹，徛伫咧十字路口，啊，连骑乌托摆来遮要搬客运，嘛拢无得停乌托摆。我讲好，我来争取。我甲市府反映落去，市府讲，搭客运站边啊，这拢人私人地呢，敢若地主要征收，这土地征收入来，因哪会转几落百粒咧？我讲恁去拍拼，结果经过2、3冬，有影机车架架位划落啊，有影人行道做落啊，这就是我争取的。结果，共选区选别的议员跳出来讲，这拢伊争取的，这就是挂稻仔尾即句话的意思啦。啊是讲吼，有当稻仔，我嘛相信讲，无定是误会，无定人毋是雕工要来挂稻仔尾，因为讲话一句话3到6针，若有啥物误会，上好是飞回互刷口影。讲着讲话，原来有一句话，一句俗语话，甲冬天有牵连。即句话就是讲叫做良言一句三冬暖。恶语伤人6月寒，安怎样来解说？讲到即句三冬，有人讲叫做10月、11月、12月，拄好冬天3个月，安叫做三冬。原来有人讲叫做即句三冬就是冬天上介寒的12月。无论安怎样啦，良言一句，冬天搁较寒，咱心头嘛感觉讲温暖。有当着啊，若讲话要共伤，一句话，国政头拄我讲的3到6针呢，恶语伤人。6月，咱上知影，都真烧热，上介热6月嘛感觉会寒。你讲看有影无？所以讲过去有一句谚语讲了真好，讲咱若静静伫咧坐，静坐相思记过，闲谈莫论人非。听白话来解说，就是讲，咱若有闲静静伫咧坐，咱就要去思考，思考讲家己前2天啊，咧甲人往来，敢有啥物过错，敢有啥物不是？啊，若朋友中间3、2个坐做伙咧抱斗，也是讲共办公室，咱坐做伙咧开讲，闲谈的中间，毋通去议论，毋通去议论讲人别人的是非。即句正也是俗语话伫咧讲的，家己种一丛，较赢看别人，较少赢。